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英叶牧师。4月17日，缝隙微光。今天读的经文在士师记11章1到11节。RPG 祷告的金句在约翰福音20章19节。星期日晚上，耶稣的门徒聚集在一起，门紧紧地关着，因为他们怕犹太人的领袖。那时候耶稣显现，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在生活中是否也常常遇到不幸的事，而陷入常常黑夜的绝望中呢？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不知如何才能脱困时，那缝隙中的微光引领了方向，给了在黑暗中的人盼望。那盼望就带来了真的平安。就像今天我们是复活节，祝福大家，今天我们因着神的复活而我们大有盼望，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但何以我们今天领受复活生命的人，好像也常常会像这个耶稣的门徒一样，他们明明已经看见了，但他们还心中害怕，把门紧紧地关着，因为他们仍然怕犹太人的领袖。那么是因为他们不信耶稣曾经几次的来预言他自己会复活吗？他们没有活出那复活的盼望吗？还是跟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个大能的勇士耶弗他一样呢？还在那个可能低谷中，但爱他的耶和华会有机会让他能够复活，从败部来复活，可能让他从那在黑道大哥身为黑道大哥中，他却是能够成为那时代的士师，带领神的百姓经历神的大能哦。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经文，很精彩。基列人耶弗他是个大能的勇士，是妓女的儿子。耶弗他是基列所生的，基列的妻也生了几个儿子。他妻所生的儿子长大了，就赶逐耶弗他说：你不可在我们父家承受产业，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耶弗他就逃避他的弟兄，去住在陀佛伯地，有些匪徒在那里聚集，与他一起出入。过了一些日子，亚扪人攻打以色列。亚扪人攻打以色列的时候，基列的长老到陀伯地去，要叫耶弗他回来，对耶弗他说：请你来做我们的元帅，我们好与亚扪人征战。耶弗他回答基列的长老说：从前你们不是恨我，赶逐我出离父家吗？现在你们遭遇急难，为何到我这里来呢？基列的长老回答耶弗他说：现在我们到你这里来，是要你同我们去与亚扪人征战，你可以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耶弗他对基列的长老说：你们叫我回去与亚扪人征战，耶和华把他交给我，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基列的长老回答耶弗他说：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做见证，我们必定照你的话行。于是耶弗他同基列的长老回去，百姓就立耶弗他做领袖，做元帅。耶弗他在米斯巴将自己的一切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哇，好有张力，好喜欢这种小人物逆转胜这个真的英雄不怕出身低，尤其是耶和华所祝福，尤其是他的生命让耶和华介入的人。我们看到耶弗他真的，他出生在妓女的儿子，而他没有受到公平的待遇，
其实他应该是算长子，可是他却是不被他的这些这个兄弟来接纳，而且他还被赶出去。那我们看到竟然没有人为他来伸张正义耶，从哪里可以知道啊？哎呀，这个长老们基利的长老们没有出声所以他怎样逃避嘛？他就逃避到这个陀伯地那里去聚集，那有一些人跟着他一起出入。那我们如果用现在的语言讲，哇，他可能是这个所谓的这个黑社会老大，就是不是主流的那些匪徒在一起。但现在有危险了，他们知道耶弗他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我们从今天的经文，我们大概可以知道，他们愿意来请他回去，我们就知道这个耶弗他应该是一个可以说除了他家族的人不给他产业继承之外，他是一个受当时候的人应该是敬重的人，才会在大家很受苦的时候，他被这么看重，而且直接要请他回去，就当他们的领袖。当然耶弗他我们看到他真的是一个细心的人，不是天真的人长老来请他，他不是就这样相信，他还要这些长老确定，再三的确定，不是请他回去，而是要杀害他或者是陷害他因为他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我们可以看到耶和华的口中说出耶和华，反而是这些长老我们没有看他们说到，是后来他才说在耶和华的眼中来做见证。我们也看到耶弗他非常有大气他丝毫不怀旧怨他是一个大气的人，而且他愿意真的是遵行神的话，他愿意在这个陈明，他在神的面前陈明一切的事，一切的话。虽然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没有看到他说什么话，但是一切是包括所有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我们被在逆境中被翻转的时候，当我们可以在被大大重用的时候，我们到神的面前，那一切的话我们会说什么呢？我想我们会包括有神的人，我们会包括那一句话，就是感谢神，荣耀要归给你，而且当你给我有机会再次可以服侍的时候，愿意不计前嫌，完全来依靠顺服的心。这让我们想到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在星期五受难，在十字架上说成了，一切的救恩就成了。他在十字架上也对这位上帝跟人说了一切的话，7句话包括一切，而他也在坟墓中第3天复活了，在今天复活了，为了是要让我们这相信他的人可以因信被算为没有罪，我们因信我们可以被称为义，重新再来，让我们相信他。因为我们看到不管是复活节的玛利亚一大早清晨去到坟墓，看到这个景象，她吓坏了，没有想起，不相信神曾经预言自己会复活。当然也有那种这个彼得，他很刻意细心去看，但他仍然不相信
还有那个了解又明白看的，但还是不相信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只有一种，就是我们经历信靠神，而且我们去经历了，我们就可以看见那复活的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要行大事。即便我们现在是被人家看不起，或者是没有被人家支持的，像耶弗他一样，但我们的主怎么兴起他，也要告诉我们，只要我们相信那复活的大能，我们也可以在那缝隙的微光中，我们有主，他主动积极来到我们的生命中，站在我们当中，会说愿你们平安，我们就会有神真正的平安，然后我们继续走前面的路。我们来默想耶弗他的沦落，让我们想到谁？那我们如何将上帝的光带到他们的黑暗人生中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复活大能。主啊，在凡是相信人，你复活大能的人身上已经启动，即便我们沦落在人不支持看不起的地步，但主，我们相信，主啊，你的光为我们的黑暗的人生已经带来盼望。谢谢你给我们勇气跟盼望，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要祝福您，今天我们要活出复活的大能跟盼望。我们明天见。